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欺詐偵探社，我係 Madam C。今日講嘅案件係香港四季酒店會計經理虧空2600萬港元嘅案件。大家有冇諗過，一間5星級酒店嘅會計經理竟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咁偷走成2600萬，仲要係偷足4年先至俾人發現啊！其他 YouTuber 講到好似酒店好廢咁，但實情真係咁簡單，定係背後仲有啲大家估唔到嘅漏洞？今集 Madam C 就同大家深度拆解呢一單完美犯罪嘅真相。今次嘅主角陳耀才，39歲，樹仁大學會計系畢業，仲做過審計師。明明係個會計專才，但係2013年入四季酒店嘅時候，竟然由酒吧侍應做起，第2年先轉去會計部，之後仲升到做會計經理，月薪36000至38000蚊。點解一個會計經理會走去偷公司錢，仲要係2600萬咁大膽？被告作為酒店嘅會計人員，佢嘅工作係負責透過酒店嘅電子系統 iScala準備支票，然後將支票交由2位相關部門主管簽署，跟住呢，就將支票寄送予各收款人，例如供應商。被告亦都喺 iScala 系統上面記錄付款資料，以及其後編製每月應付交易清單。被告陳耀才嘅作案手法其實好簡單，但好聰明。第一步，等2位主管簽完支票之後，偷偷改 iScala 系統嘅收款人資料。第2步，再重新印過張支票，但係今次收款人係自己。第3步，最後偽造主管簽名，咁就神不知鬼不覺咁入咗自己戶口。但最離譜嘅係，佢仲發現咗酒店一個超級漏洞。原來酒店成日要揾數俾 American Express AE， 於是佢索性直接開支票寫俾 AE， 但其實係幫自己張 AE 卡還款。咁樣7成支票都唔係直接寫自己名，酒店點會懷疑？由2017年7月17號到2021年9月6號，被告曾經將合共112張屬於酒店嘅支票存入其9個個人銀行賬戶同埋或者美國運通 AE 信用卡賬戶內，總金額達2600萬港元。喺2021年9月7號，酒店一名職員發現一筆金額49萬港元嘅付款，似乎被支付至被告嘅個人賬戶。當被告被查詢嘅時候，被告出示咗一份該支票嘅掃描副本，顯示收款人為酒店嘅供應商。酒店經向供應商查證，並根據從匯豐銀行取得嘅正式支票副本，發現呢一張支票實際上嘅收款人為被告陳耀才。被告之後承認犯罪，辯稱係父親需要資金購買藥物。酒店隨即向警方報案，喺搜查被告嘅辦公室嘅時候，發現一張被剪去簽名欄嘅公司支票存放於佢嘅書台內。警方喺被告屋企咁搜出大量嘅奢侈品，包括名牌手袋、手錶同埋首飾等。同時亦發現被告曾經於2019年，即係案發期間，以590萬港元購入位於將軍澳嘅一個住宅單位，並於2020年以120萬港元購買一架保時捷 Macan GTS 汽車。咁到底點解佢可以偷足4年都冇人發現？等我用最簡單嘅方法解釋俾你聽。酒店嘅管錢制度有4大漏洞，就算你唔識會計都一定明。漏洞1，一個人管晒所有鎖匙。想象你屋企有寶箱，正常應該 A 呢負責拎鎖匙， B 負責記低開過幾次箱，C 負責檢查有冇少嘢。但係四季酒店竟然將拎鎖匙、改記錄、檢查全部交俾陳耀才一個人做，咁佢梗係可以自己偷錢、自己改數簿啦。漏洞2，電腦系統任佢改。佢用嘅 iScala 系統咧就好似一部魔法記賬機，可以偷偷改收款人名，例如將海鮮供應商改成陳耀才，可以刪除可疑記錄，仲可以整假如結單。最離譜係酒店從來冇檢查過邊個員工有呢啲魔法權限。漏洞3，對慣性支出零戒心。酒店成日要俾錢 American Express AE 卡公司，陳耀才就利用呢一點。支票表面上寫找數俾 AE， 實際入咗自己 AE 信用卡戶口。
等於你阿媽每日俾100蚊俾你去買餸，你寫今日買咗菜，其實係拎去買玩具，但因為你日日都話買菜，阿媽就唔懷疑。漏洞四，4年冇人對過數。正常公司應該每月對銀行戶口睇下支出係咪真係付咗俾供應商，但係四季酒店竟然冇人抽查過支票，冇人對過 AE 卡賬單，連供應商都冇打過去問收唔收到錢啊。如果酒店肯打個電話問 AE，我哋過去4年付咗2000幾萬俾你，AE 實答冇收到咁多錢喎，咁就即刻被揭發啦。Madam C 要特別提醒各位企業管理人同埋財務人員：第一，關鍵職務必須分離，例如支票開立、審批、簽署權限；第二，定期輪崗同突擊審計絕對唔可以慳；第三，對常見供應商大額付款反而要加倍警惕。喺呢單案件發生之前，原來被告已經有2項盜竊罪嘅前科。第一次定罪係2010年，被判處80小時社會服務令；第二次係8年後嘅2018年，因店鋪盜竊被判處7日監禁同埋罰款8000蚊。法官表示，被告盜竊行為持續大概4年之久。喺呢個漫長期間，被告多次偽造簽名同埋篡改電腦記錄，以實施竊取並掩蓋罪行。為避免東窗事發，佢更動用9個唔同賬戶接收贓款，所有盜竊行為均屬預謀且精心策劃。所偷竊嘅款項顯然用於奢侈生活。9項控罪涉及盜竊金額達到2600萬港元，數額雖然巨大，但因為損失僅限於酒店內部，對公眾應冇太大影響。此案對被告同事嘅影響有限，為盜竊金額之高、時間之長及手法之明目張膽感到震驚。最後法官判處被告6年6個月監禁刑期。好啦，睇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明白點解陳耀才能夠喺4季酒店眼皮底下偷走2600萬港元。呢單案件反映嘅唔單止係個人貪念問題，更暴露出跨國酒店集團內部管控嘅重大漏洞。職權過度集中，系統權限濫用，例行審計失效，3大致命傷加埋一齊，先造就咗呢一場長達4年嘅完美犯罪。陳耀才原本擁有令人羨慕嘅人生，5星級酒店嘅穩定職位，月入近4萬嘅中產收入，更有一個美滿嘅家庭，包括太太與8歲嘅女。偏偏因為一時貪念，親手摧毀呢一切。6年半牢獄，俾佢錯過女兒嘅成長，更加俾家人背負沉重恥辱。呢宗案件最令人唏噓嘅係，佢偷嚟嘅錢其實永遠買唔返失去嘅嘢，包括女兒嘅童年、妻子嘅信任，仲有自己嘅人生。所以話貪字得個貧。如果你身邊都有人因為金錢誘惑而動搖，不妨分享呢個故事俾佢聽。記住按 like 同埋訂閱。下次 Madam C 會為大家揭開一宗更曲折嘅商業罪案。今集案件剖析就到呢度。最後，你認為酒店應該點樣改善財務監控？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啦。下集欺詐偵探社再見。